若准讲你喜欢阮的节目，欢迎订阅、试赞、甲分享出去哦。大家好早啦，这是创啥会艺术教室，我是阿香。伫咧遮你会使听到这个台语艺术教育，也有婚礼的故事。今仔日咧，咱要来分享啥物咧？今仔日拄好是12月7日啦，就是最近我有带，应该是讲我有甲时代去办一场展览，伫咧伦培的台湾客家文化馆，叫做用咱的话讲话，拄好今日到今日结束，所以今日帮我去甲迄展览收的啦，嘛真趣味，就是毋若我去收尔，阮做者时段嘛拢有来，差不多有7、8个所以对这个现象来看，我就发现讲，其实这场展览对因来讲是有足大的意义啦，今日就来伫咧展览结束即天趁我阁有一寡感觉的时阵，来甲大家分享一寡即个办展览的一寡心情，甲感想啦。首先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到底为虾米会有即场展览的出现啦？就是平常时我都有咧遮据点咧带时代创作嘛，嘛毋若一个啦。所以用咱的话讲话，其实已经是第2个据点来举办啦。顶一个是咧5月的时阵咧导览。但是为虾米除了做创作之外，阁想要做展览？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互这个时代对因的教室行出去。行出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讲因会对因家己较有自信。另外一个部分是创作的效果，我感觉会愈明显。这为虾米讲到创作的效果？就是其实对我来讲，艺术一直是一个咧创作讲话的方式。就是讲今日若准讲我有一寡想法想要表达，第一个我爱有一寡我想要讲的话，第二种是我要安怎讲嘛。所以其实我就是透过教因画图，做一寡有诶无诶，手工诶物件，看有法度透过这个方式去互因一寡想法，甲藏入去。所以除了创作，伫教室内底创作，较亲像咧自我诶对话啦，就是原来我会使做安尼，原来我会当学晓画图，这是发生伫伊家己诶作用。但是去做展览时阵，这个效果就会开始传去其他人的身躯头顶，所以原来伫咧咱的社区内底有遮个时代，因有遮个故事安尼所以这是即场展览，为虾米除了做课程之外，阁想要做展览？因为这展览咱拢是较义务的啦，就是感觉好耍趣味，所以阮就来创看卖。伫咧这个7月过程有啥物？我感觉较辛苦，也是讲较趣味的代志啦。首先第一个，我感觉上辛苦的是讲，爱去培养时代相信讲即件代志会变真的。其实这已经讲足久啊。阮伫今年初的时阵就去甲台湾客家文化馆讲阮想要带时代来办展览，但是嘛无想到讲时间一下就过啊，而且即场展览阁真诶做成功所以平常时上课的时阵就会加减讲着讲有一天我来去办展览，但是迄天是当时也是讲要安怎做，其实大家嘛是拢无啥物足明确的想法。到差不多展览进前2个月，我大概开始有感觉因为时间嘛按落啊嘛，嘛已经确定讲要伫啥物场所去办展览，所以迄个心情就开始无共款啊。但是这个上辛苦的过程就是，你爱一直去建立讲，因爱相信因会当做到即件代志。做侪人是无自信的，也是讲无相信讲即件代志伊有法度做。所以第一个过程就是爱有做者去互伊建立信心的过程。其实我感觉建立信心上单纯的方式，就是一直做，同款的代志一直做，同款的创作的模式。阮做一届，可能伊也无感觉，做第2道、第3道，开始有一寡感觉的时阵，迄个创作的感受就无共款。所以
这是我感觉较辛苦的部分啦，就是讲你毋是讲约好要做就会当开始做吼，其实迄个心态建立是爱较需要时间去培养的吼。我感觉上趣味的代志是讲，因的这个过程，因的变化吧，尤其是展览展出的开幕迄天吼，大家人拢穿甲足正式的，敢若要去食喜酒共款也是讲嘛看会出来讲因可能是甲足正式的衫甲伫咧迄天穿来每一个人的表情看起来嘛，甲平常时无啥共款所以这个趣味的代志就是讲，我发现，当即件代志当即件代志变做确实发生的时阵，因的迄个心情的变化，抑个因的满满的成就感，是我感觉上趣味嘛，上感动的吧，抑个一件我感觉嘛真趣味，就是阮咧布置展览迄天啦，就是我本底想讲，我主要可能我去用较济，但是讲无想到，因嘛来袂少人，而且做这物件拢是因家己用的，所以在这布置的过程，我都会去感觉到讲，因是有甲这当作是因家己的代志，毋若是讲你来帮我斗3工啦，我都老啊，你帮我斗包用啦，是谁去用啦？无呢，因拢是感觉讲阮家己来用，所以这是我感觉，因有足大的迄落学习啊，甲成长的所在所以其实阮爱去改变讲，阮对这社会中可能较老一辈，也是讲看起来已经行路足慢咧，目睭无好，但是其实因头壳阁足清楚的，其实因阁有家己的想法，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做，这就是咱咧讲自立的心话啦，就是就算伊岁数大，但是伊嘛是有权利去活出伊想要爱的这个生命所以这是我观察到因为这场展览所产生的一寡变化。再来观众有啥物款的反应就是大部分阮的观众都是因的视势也是讲因的厝边隔壁所以这对因来讲嘛会变做讲就亲像我拄仔讲为什么要做展览，就是会使互因家己表达出来物件，对自我对话开始变做会使对别人产生一寡影响所以因的视势也是讲因的朋友就会开始改变对伊的想法像讲阮阿嬷较早都连写字都袂晓，怎会特别伫遐画图伫遐写毛笔字也是讲阮阿母都较早无啥物读过册怎因哪会使做甲遮袂歹的成果所以讲会使改变因的想法之外就是因为阮透过阮即场展览，阮有去录音嘛，录影就是阮会去采访讲阿公阿嬷，请因用因家己的母语去分享伊的创作故事也是一寡伊因为做即件作品想起的过去的一寡记忆所以讲就是讲这毋若是一种成果感觉你足够尔，就是你伫这个内面你阁会使看到一寡知识甲力量所以这是我观察到观众对即个展览会感觉真特别还是真意外的所在想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即件代志会继续做落去无？是会啦而且我嘛希望讲会使有愈侪人来了解也是讲愈侪人会使来做相关的代志其实第一份念遮我感觉也是讲都市甲庄脚所在较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虽然庄脚遮较少趣味的代志咧发生就是大家可能过较一般的生活也是讲因为距离甲人口数的关系所以交流较少但是无代表阮遮无故事阮遮无遮在地的文化但是到底要安怎去互听到阮爱放一寡讲话的方式所以爱去创作所以我嘛希望有较侪人会使用伊家己的方式去带时代嘛好，还是讲去接触阮社会当中一寡较少会使听到的对象因的声音用你
较后的代志，还是讲你会晓过去做了诚好的代志，去帮助因，还是讲去陪伴因做伙完成一件有意义的过程所以要安怎做落去，其实就是甲这个模式豆豆建立起来吧。就是继续上课，继续陪因创作，继续去听因的人生故事，嘛教因学台语。以上就是即个用咱的话讲话，今日受了展览的我一寡感想啦。伫咧遮就甲大家做分享，嘛感谢大家收听，咱后回再相会咯，再会。